呢單案堪稱係香港開埠以嚟最殘忍嘅入屋行劫案，戶主一家老少幾乎滅口，兇手用鉸剪將佢哋逐個捅死，就連1歲男嬰都被捅到腸臟流出，手段極度兇殘，簡直滅絕人性。由於案件太過恐怖，喺當年曾經轟動一時，引發社會各界嘅高度關注，而亞視亦都將案件改編拍成電視劇《10大奇案血展》，有興趣嘅朋友可以去睇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海柔，歡迎收睇《迷情實錄 2.0》。今日同大家一齊回顧嘅案件係啟超道劫殺案。時間返到1958年8月，無業嘅余明勝賭債纏身，正喺茶餐廳度同2個男人密謀食大茶飯。呢2個男人分別係29歲嘅關昌替、50幾歲嘅陳巨。佢哋早年曾經當過兵，之後由大陸嚟到香港轉行做裁縫。而佢哋同余明勝一樣都好爛賭，債台高築。余明勝講起自己向舊情人余雲借錢租佢，心生不忿，於是窮到褲穿窿嘅3個人竟然唔熟唔食，打起咗余雲嘅主意。佢哋決定去余雲屋企打劫3到5萬蚊，之後再將錢平分。陳巨更加強調係熟人，必須不留活口。3個人一拍即合，開始商量分工同準備工作。陳巨同關昌替異口同聲咁表示，買2把裁縫大鉸剪，分成4把利剪，足夠應付余雲一家人。余明勝亦都同意。3個人越講越興奮，佢哋決定就喺下個月嘅15號喐手。案發單位位於銅鑼灣啟超道10號3樓，戶主係47歲嘅張伯福。呢間屋平時住5個人，分別係張伯福同妻子譚霞、外母余彩雲、新抱余雲同埋孫仔張彼得。張伯福係美國華僑，佢同妻子譚霞有一個仔張練。3年前，張練奉父母之命由美國返港同余雲結婚，之後又返美國繼續打拼。而佢哋嘅仔張彼得更加係張家9代單傳，就係呢個3代同堂嘅幸福大家庭，即將要迎嚟一場血光之災。1958年9月15號下晝1點45分，張宅嘅門鐘突然響起。張伯福透過防盜眼見到一個陌生男人拎住生果登門拜訪，佢就係余明勝。佢對張伯福打招呼，聲稱係余雲嘅同鄉朋友。張伯福見到對方講得出新抱嘅名，於是就熱情開門招呼佢入屋。而呢個時候，余雲啱好喺房度換完衫出嚟，但佢見到余明勝之後，隨即面色一沉。而余明勝就主動表示，媽咪同細妹跟住就到。2個人尷尬咁傾咗幾句，門鐘又再次響起。余雲以為係余明勝嘅屋企人嚟咗，於是就上前開門。而就喺同一時間，余明勝突然由後邊大力將佢推倒在地，而門外守候已久嘅關昌替同陳巨隨即迅速闖入，將門反鎖。陳巨手持半把大鉸剪，命令所有人都唔准出聲，而關昌替就表明來意，話淨係求財。直到呢一刻，張伯福同余雲先至如夢初醒，原來自己引狼入室，但眼前3名匪徒身材健碩，而且手持利器，而佢哋全屋都係老弱婦孺，根本就冇反抗嘅餘地，只能夠乖乖就範。好快，張伯福同余雲被捆綁喺偏廳嘅角落，之後陳巨將喺房度瞓晏晝嘅譚霞亦都扯出嚟捆綁。3名匪徒喺屋內瘋狂搜掠，但竟然淨係揾到1000幾蚊港紙。余明勝惱羞成怒，對住張伯福等人拳打腳踢，逼佢哋交出財物。但就算加上譚霞拎出嘅少量美金同金器，總價值先至係萬幾蚊，同預期目標嘅3-5萬實在相差太遠。3人怒火中燒，繼續毆打。突然客廳嘅電話響起，3名匪徒隨即嚇到唔敢喐。原來當日下晝2點，張伯福同余雲約咗梅冠龍去中環傾生意。梅冠龍等唔到人嚟，所以就打電話去張家詢問，但打咗好多次都冇人接聽。3名匪徒作賊心虛，直接掹咗電話線。呢個時候，張伯福突然趁機反抗，大聲嗌救命，隨即就換嚟更加兇狠嘅毒打。佢被硬物重擊頭部倒地之後，索性眯埋眼扮死，以為諗下點樣扭
扭轉乾坤，點知房入邊突然傳出孫仔淒厲嘅喊聲，但唔夠1分鐘就停咗。冇幾耐佢又聽到另一間房傳出妻子同新抱嘅慘叫，但同樣好快就停咗。佢意識到屋企人已經慘遭毒手，徹底絕望。而根據後嚟法醫報告顯示，歲半嘅張彼得被大力掟地，導致頭骨破裂，腹部連中12刀，腸臟流出，當場慘死。47歲嘅譚夏身中14刀，其中1刀致命傷直插入頭骨，另1刀就由腋下插入，貫穿至右肺葉，當場氣絕身亡。而29歲嘅余雲更加身中21刀，刀刀致命，面部下顎同埋多個內臟器官都被刺穿，同樣當場斃命。就喺呢個時候，單位門鐘再次響起，而且伴隨大力嘅敲門聲，究竟呢個係救命鐘，抑或係催命符呢？